基本上会用哪一种豆腐？嫩豆腐啊，或者说是什么鸡蛋豆腐啊？哪一种豆腐比较合适？那其实早期我们在饭店里面啊，那时候都是用板豆腐就已经很 OK 了。用板豆腐。对，那慢慢这几年，不管我们的中华豆腐啊，鸡蛋豆腐，可以依个人的喜好来做哈。所以硬的、软的都没关系。那我们今天用的是鸡蛋豆腐，对不对？是。那我们先来做我们玉米的一个。好，玉米笋呢，我们不是整根，我们还是把它稍微弄小一点。对就是等于是1开2的部分稍微做斜刀那事实上，等一下它是等于是做我们豆腐的一个配料的一个部分是。再过来，我们搭配一点点的辣椒在家里我们就直接可以切斜刀就可以了跟我们的一个葱段。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假设我们的葱段在家里可能就是直直的切个3公分、5公分那我都会要求我们的伙伴们就是改成斜刀改成斜刀。对，我们接下来帮我们的豆腐改刀好，那我们讲客制化的话，我会做比较精致一点点哇，黑龙不爱呢，好可惜。在家里可以啦我们可以把它留起来加点不会留起来。通常你太太应该如果在做料理，应该都是塞到嘴巴反正豆腐也可以吃对不对？吃豆腐又会变漂亮。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中华豆腐它下面感觉是比较小的上面它是比较宽的。那我们要让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块状的感觉，我们会把它修边那我们大概做1开2的部分，待会会比较好烹调，很简单。1开2之后我们上面等下再切个十字刀好，那这样子很简单了原则上就是1开8的感觉我们会先把我们切好的豆腐然后我们撒一点粉之后，我们就借着这个然后第一层粉好了之后呢我们轻轻的去它也没有很均匀没关系裹上我们的蛋液之后。对不对就是要对它温柔一点点然后再进来粉里面好，最后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裹好粉的啦但我们日式料理里面它吃的最后一层粉都是裹面包粉那我们今天是用酥炸粉那可以给它厚一点点，待会要下锅的时候再把它轻轻的抖一下，那粉就不会那么厚。好，那这时候我们的豆腐的一个油温大概我们就要到150、160度的部分现在我们油温大概到150度左右我们就把它关小火，下的时候轻轻下就可以了好。所以就像炸年糕的粉一样啦。现在外面超市有非常多的这个酥脆粉、酥炸粉让大家选择呢。甚至有的炸起来的颜色还会带一点黄色是。那就是说看起来就很有这个食欲了。那今天我们用的是鸡蛋豆腐，其实颜色上也应该会有点带黄是。你看我们下锅就有闻到它的一个香气了是，谢谢。那我们炸脆皮豆腐，事实上我们那个豆腐都下完之后事实上我们就火可以把它调回来那只要炸上色就可以了一样我们要酥脆，就是要把它做抢酥的一个动作是它已经定型完了那事实上在油锅里面只要炸到6分那出来跟空气结合之后就会有7分的一个感觉好，我们离开油温了哇，这样子有没有觉得很金黄、很漂亮？那我们再一次油温，油温再我们把它开大一点点。那我们下来之后，第2次我们只要抢酥就好了好。其实我们做这个豆腐料理也不用其他太多的一个那个有时候我们只要再加一点胡椒盐其实也就很 OK 了现在超级好吃的样子了。是那豆腐还有其他很多的料理百花酿豆腐还有做造型的那原则上已经 OK 了我把火关掉。好，待会我们再炒一个寿司，搭配一些配料。那我们就油锅，一点点油就好了现在人比较养生，不加太多油
好，那我们蒜头先给它爆香。好，那我酱汁做多一点好了。好，哎，好，稍微给它煸一下下。好，那喜欢吃辣的人，其实我们的辣椒大家都知道，经过我们的油啊哈，去煸了之后它比较辣哈。那我今天是做怀石的部分，走日式风格会比较微甜。那我们只是做一个颜色的搭配哈。我们的葱段可以下来一点点哈，先去做爆香的动作。绿色的待会要收菜的时候，对不对哈？再放。哎，对哈，绿色的最后放。好，啊，有没有已经闻到它的一个香气了哈？好，这时候我们给它就加一点点酒了啊。好，开小火啊。好，啊，那这有我们自己调和成的一个蒜蓉酱。哦，这是蒜蓉酱。哎，对，我们取代我们一般的酱油膏、蚝油嘛哈，让它有就是今天让它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味觉的一个产生哈。再加上我们柴鱼酱油，然后再加一点点水芽烧哈，那个玉米啊，因为我们玉米今天其实可以假设在家里的话，可以先把它做穿烫哈。对，好，好哈。那不管考证照啊，或是在业界里面，我觉得啦哈，东西要好吃，我是觉得它的颜色别是比较重要。那最后我们酱汁大概 OK 了之后，我们就给它放红色的下去之后，加一点点的糖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怀石豆腐走日式风格微甜的部分加上我们最后的一个葱段，好。其实这样子就很下饭的啦哈。好，最后我们做一个摆盘的部分哈。今天我们做客制化的摆盘好。好，大概就是我们一般业界里面的味菜啦哈。放个2块3块啦哈。好。搭配我们的干贝酱汁哈，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料取出来哈。好，那一点点的酱汁在我们豆腐上面。我们先把我们的玉米笋整理一下下。好，再搭配我们今天所谓的一个盘饰哈，苹果塔。跟我们的一个花椰菜哈，让它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区别哈。好，最后我们豆腐的酱汁再多加一点点，原则上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哈。这样子就是CP值又不一样了哈。